黄埔军校今仔日举办100档的校庆的活动，这三军拢总有13校的校友会，拢来到凯道来庆祝。也毋过，这活动煞传出意外，警方表示可能就是因为雨落甲伤大阵，所以舞台的边仔全熊绑落，造成台顶2个人受伤，其中1个人是头壳流血，加在无性命的危险。本甲一半熊。雨平落落，更加触到大家大声话，台顶2人受伤，还有表演的人头壳流血，紧急送医。红架不稳，大家先退开。警察伫现场管制，台顶所有人特地主补场，原本是要庆祝黄埔建军建校100年，却发生意外。警方表示，大雨积水，才互骗假倒去。他只是滑一下而已啊，就马上把它修正了，让它水泄掉就好了。陆军官校校友总会抢伫高雄凤山陆军官校6月16 100年校庆进前6月初2凯道承办嘉年华集会，进前传出中共当局要邀请咱的退伍军人去中国黄埔故址参访，争取黄埔会记权的意味真高。不过陆军官校校友强调对话无邀请。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不可能会庆祝所谓的黄埔100年，这些学长们就是本着一个慎终追远的心，他们只是去追溯黄埔的源，但是他们不会忘记在中华民国受的黄埔教育，正统的黄埔教育在中华民国，所以我们经常学讲那边是庙，神都在台湾。咱的黄埔校友是毋是去对话引起关注？陆军官校校友总会强调，黄埔正统伫中华民国，即马建校100周年，也佫引起两岸政治的拼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